周七星，谢谢你替我手刃仇人。同学，同学，醒醒！同学，怎么了？快先起来！怎么会是他？周七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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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我居然重生了！周七星，周七星，周七星，你还好吧？周七星，喂，是120吗？那个，我现在在人民广场路，这里发生了一起车祸，能不能赶紧派一个救护车过来啊？对，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我叫许愿。对，许愿，好，是向星星许愿的愿吗？嗯，那麻烦您稍微快一点。医生，我朋友他怎么样啊？病人已经没事了，只是轻微的脑震荡和皮外伤，住院观察2天，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啊，那谢谢医生。缴费的地方在哪儿？我用。周少爷是我们医院重要的股东之一，等会儿蒋总就会来安排好的。啊，已经帮周少爷转入顶楼的 VIP 病房了，你上去看看你朋友吧。谢谢医生。这个时候他都不认识我，去人家 VIP 病房待着多冒昧啊！少爷，处理好。停车！少爷，停车！是我。少爷，最近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呀。这2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您的眼睛都受伤了，我担心。有到的吗？没有，我下去的时候，护士说看到人已经走了。醒醒，快醒醒！我爸爸快来了。你醒了，我叫许愿，星星许愿的那个许愿。你叫什么呢？你再不说话，我叫你张张包喽。
合照、奖杯都在。许小宝，你给我站住！在了，爸，7年后我耳朵都要聋了。过来！过来！过来！许大宝，你回来了！快，救我！许小宝，你给我站住！闺女，让开啊！我救你大爷！给我滚！给我站住！爸，陈镜子，最后打了他皮开肉绽，让他跟其他哪个同学大家不学好。小宝，许小宝，站住！给我说清楚，又跟谁打架了？是啊，爸，就狡辩，还狡辩！过来！老姐，闺女，这清晰的疼痛感，这是真的，我真的回来了。感谢你们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绝对不会枉费您给我的一片苦心啊！第一，阻止许小宝和蒋金瑶扯上关系；第二，重开武术课；第三，好好学习。报答恩人。周其心。苑姐，特大消息！今天我们年级会来3个帝都贵族1中的转学生，他们马上到我家商量转校的事情。哼，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谁了。这3个人，一个是我的恩人周其星，而另外2个就是导致我们家发生灾难的蒋金瑶和司子明。爸，我看老铁不是在切菜，倒像在看人。我就说他最近学习压力大，这几天是他心情不好。不是为啥？爸，你说的对。蒋夫人，我们都是世交了，这么多年，你对我们的学校关照太多了，我还没有机会来感谢你呢。这次啊，我一定把周同学安排在最好的班级，接受最好的。不需要最好的。那是
有没有那种比较闹腾的班级？是这样的，我们家启星自从受伤之后就不太爱说话，我们主要是想让他多和人接触接触，要最差劲、最令人头疼的那种。看来这个蒋慧根本不想让他自己有什么出息，真是黑心肠。哎，把爸叫过来吃饭。哦。姐，你是啥时候学会做饭的？你以前可是炸天堡级别的厨子啊！你就别给我废话了，你要实在不想吃，就滚到学校旁边去买那鸡蛋灌饼吃。还是老姐你在懂我。哎，一会儿等我换完衣服一块去学校啊。我都已经换好了，就等你了。前世等我学会做饭的时候，许怀早就不在，这个是炸天压根堡级别的就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不过从今天开始，老姐我就要帮你改写命。Let's go, let's go. Walk to 你我都老板，我做你靠友，承认我有点腼腆，却又争强好斗。有一种tattoo，样样谋都练习，种种漫不经心的我，一切都照旧。如果我是达芬奇，你又是蒙娜丽莎，你 fast star 的微笑帮我梳动下。哎，你先去教室，好好待着，千万别出来啊！为啥？今天开学又不用上早课，我还要去球场开点球呢。为啥？当然是阻止你和蒋继尧见面。别给我废话，让你待着你就给我待着，赶紧的，赶紧给我进，不准出来啊！一会儿8点，蒋继尧就会从这里经过。楼上打扫卫生的同学会不小心把放置在围墙上的脏水桶给碰下来。前世许怀英雄救美，不但被脏水桶砸成个恋爱脑，还搭上自己的线，这一世想早恋，哼，根本就不可能。今天我就守在这里，将一切扼杀在摇篮里。哎，刚才在校门口买的，怎么忘记给老姐一份了？我给她送下去吧。竟把我们送到这种鬼地方来！金云一中最差的10班，能出什么好鸟来？你说是吧？那可不一定哦，我苑姐也在10班，校花级别。苑姐，她叫许愿，她弟弟许怀是我们学校的校草，而且还是学霸，他俩在我们学校很受欢迎呢。狐假虎威，切，没用的花瓶罢了。只可惜，要委屈我们周少爷，要在10班多待一阵了。10班挺好的，总比一些脑不飞的狮子好。哎，可，冷静点，这个像咱妈说的话。表哥，哥脾气就是大了点儿，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啊。离我远点。死小子！老姐，你大饼没拿？姐，你怎么这样？我好心给你送早饭，你怎么还骂人呢？骂你个损！小心！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哦耶！啊哦！姐，我谢谢你了。不客气，谁叫我是你姐呢？嗯，妈又给我带篮球去。哦。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大一个桶，就这么砸你头上了，那是没关系。哎呦，这衣服都湿了，赶紧换一个吧。我不要。蒋同学，我带你去换衣服吧，运气好样的。小心！来，小心点儿，前面刚好有个桶呢。许愿，没事吧？谢谢。这位同学，你要去哪儿啊？我送你呗。我带你走吧。快上课了，别等等，上课！快，上课了，赶紧的！来，上完了。好了，前面就要到了，我把你送进去之后，我就先走了啊。哎，同学，嗯，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吗？许愿。是周齐星，周期的周，祈愿的祈，能许愿的流星的星。我知道啊，这名牌上都写着呢。周齐星，周齐星啊，名字很好听，我记住。你也，他们有心动了。哎，跑什么？有牛个背影我就认不出了。开学第一天你给我迟到，按老规矩，校服得给我穿3遍。简直臭不人呐！上课期间在走廊上大声喧哗，再开1遍。不行，再开2遍。老师，是我眼睛看不见，请他帮忙的。他是好心带我过来报道的。也是帝都一中刚转过来的小状元。你不用替他说话，这孩子我是看他从小到大，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玩性大得很。你是他？哦，我是他亲舅舅。前世江离因为维护我，被那群畜生丢进了天台的分水塔，1个多月后才被发现。小月，小月，你干嘛呢？快过来！干嘛呢？咋的了这是？你有事说事儿，有屁放屁啊！你别这样子搞，搞得怪瘆人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梦见别人烤提溜热鸡蛋，真的，千真万确。那你快点跟我说，都烤了些什么？快点跟我说。
我全都忘了。你不爱我，你敢吃我？疼死我了！烦死了！你给我放快回去上课了！都在那儿菜市场啊，走廊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上课。同学，进来。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班新来的转学生周其星同学，大家欢迎欢迎啊！来，跟我走。白云老师，新来的同学不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吗？周其星同学啊，比较内向，咱们同学之间呢，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啊。想起来了，前世周其星也是这班弟弟，而我为了方便迟到早退，坐在教室后面的位置。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交集。不行，我一定得搞清楚他前世到底为啥会喜欢上我。以后在学习生活中间，大家要多关心周其星同学。老师，让新同学坐我后面靠窗的位置。新同学眼睛看不见，我可以照顾他。这个新同学呀，比较低调，他向我申请说啊，想坐在最角落的位置。老师，我可以坐靠窗的位置。来吧。You're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moment. You're the sunlight keeps my heart going. You're when I'm with you. Can't keep myself from falling. 渊姐，老模图这道题目我还是不太懂。我也不会。啊？你刚刚上课不是听得很认真吗？装的呗。啊？那么能演？谁的老公和老针对我都练出来了好吗？我已经跟班主任解释清楚了，今早你被罚抄的4遍，不用抄了。啥4遍？那如果那个老魔头他非得让我抄呢？哎，我可是因为你才被罚的，那要不然我替你抄。别，算了算了，你用毛文替我抄，那我不死。你们俩，哎，赶紧回去嘛！我一会儿要第一个去买老李家那鸡腿儿。行。按理来说，我和那家伙今天才第一次见面，我以为前世他是在这1年里对我暗生情愫，但看这样子，不会对我一见钟情了吧？他瞎呀，一见钟情不行。
明哥，这是给石斑那个虾子送过去的。是啊，先吃饱再说，让他多饿一会儿。把擦盒打开啊！我靠！上辈子的仇我是一定不会忘。司子明只是一个小流浪，但他那远在帝都的哥哥司渊，还有他手底下那群畜生，才是真的阴险毒辣。不能中我。让那瞎子好好尝尝这里的饭。真是心如不死，死谁呀？This is my attitude. Yeah, I'll be the tomboy. 谁啊？我是你愿甜蜜好，那你给我道歉。有病就去治，以后给我留周星星远一点。小姐，他什么名字？明哥，他是石斑的许愿，可别人喊他一口大，这味儿还有这一口。还没吃饭的吧？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别让那个司子明给你带饭了，你也不怕他给你下毒什么的？好。嗯。那先将就着吃吧啊！谢谢。哼，你有没有数过今天跟我说过多少次谢谢了5次。记这么清楚啊？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想感谢我，那就以身相许。许愿许愿，什么时候才能改改你这乱说话的毛病？刚刚说什么？没什么，嘿嘿，你快吃吧。啊！没想到这大恩人不能吃辣，我真是该死了。对不起啊，我实在不知道你不能吃辣。水。少爷，这边就是许愿家的用员台球厅，许洪德就是靠着收租和台球厅，基本上年入50个左右。行，到时候把后面那些店都给我盘下来，就叫原著台球厅。他们什么价格，我们开业全都打半折。少爷，那打折期限呢？打到他主动求我为止。对面是在装修吗？哎，昨天也没听小曹说要把这家店铺给转让啊。就是，昨天晚上我还在对面吃关东煮呢，怎么今天一早就要全拆了？恐怕不是自愿转让的。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前世高三下学期，许怀为了蒋金瑶把司子明打成重伤住院，才惊动了远在帝都的思渊。那个畜生好死不死看上我，非得逼着我嫁给他。我拒绝之后就开始打击报复。第一步便是盘下了对面的店铺打价格战。哼，不止价格战，还断了许怀一双腿，甚至在我高考前一天砸了台球厅，打断了爸的肋骨。最后我们都在医院的时候，这栋楼突发火灾，把爸爸大半辈子积蓄烧得一干二净。姐，徐大宝，你咋了？不是，我就是在为吃不到对面的关东煮而感到惋惜。吃早餐去吧。好，别。小宝，上一世我什么也做不了，这一次我只需要你们开开心心的生活，所有的仇恨我来背就好。哎，小月，快看这个，一般那个司子明发了个帖子，公开对你表白。我司子明实名表白高三10班的许愿，如有联系方式，私信我，必有重谢。去，这人是真有病吧他！月，出来一下。Raised beforehand with Pope Benedict that were going to be coming. 许愿，贴吧上表白的事情你知道吗？刚知道。那你对施子明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当然是好好学习呀、不会谈恋爱，更不会看上这人。施子明，在学校明令禁止谈恋爱，严禁骚扰女同学。你现在把贴吧上内容删掉，我就当你是初犯，只罚写男厕所1周。我妈给学校装了2栋了，你就不怕多钻几套，把你给开除了？哎，你去啊！我倒要看看一个触犯校规的学生和一个带队获奖无数的金牌教师，校长会怎么选？好，知道了，现在就删，可以走了吧？你笑什么？你昨天往人家脸上扔饭，怎么回事？那他往周琦欣饭盒里吐口水，那我看不惯我就上了呀！我还给了他一拳。Where would you most likely find this passage? 好像在梦里遇见挺高的。哎呦，这耳朵这么灵，谢谢你啊，中午我请你吃饭，好吧？我不想清醒， Where would you most likely 做好 find 准 this 备， passage? 深深呼吸，想要陪你爬到山顶，带你看最美的夜景，想逗你开心。哦，一起走，一起走，再让你。喂，姐姐不好了，你快来食堂，外头和他们打起来了。可千万别是蒋金瑶啊！好，好，好，我马上赶过来啊！妈的，死癞蛤蟆长得不像的话！小莲姐夫给你我姐的联系方式，就在这里发出疯。要不是我姐夫让我打他，你早就被我打成猪头了。还敢说别人长得像？你哥，你们别再吵了！还有你，阴阳怪气什么？成天咯的，你要下蛋给谁看啊 ？Come on man！太好了，现在的许怀
已经不是上辈子那个不争气的恋爱脑了。好，骂得好，小圆圆，他们说我丑。哎呦，没事没事啊，有我在。简直没有教养！比起一个只会对女生容貌指指点点、欺负女生的下头男，我弟弟这种保护女生的行为简直是太帅了，好吗？到底谁没有素质？高下立见。你别后悔。我们走，走什么走？吃完饭都去给我刷厕所。听见没？让你俩洗厕所呢。你哼什么呀？你们姐弟俩一块睡。啊！老摩托，你简直不是人！再要，你真笑。许愿。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中午有点急事，我就先走了。没事。你吃过饭了吗？吃了，吃过了，吃过了。那就好。你吃过了？我吃过了。那就行，那就行。那我进去拿会儿厕所去了啊。啊，慢点啊。嗯。哎呦，真是苦了我们家小圆圆了！明明是四子明那个王八蛋先惹事儿，罚我，那是因为我上次扔他饭。哎呀，可怜你也被他给骂了。想要你联系方式，他做梦去吧。就是。唉，不过私家军那2栋楼还是有用的，给你们都罚了，私家才能消消气儿。唉。校长，我要捐楼。全国规模最大的周氏银行，今天签金额，明天就能取出来的存在啊！我不知道一栋楼具体需要多少，我想捐4栋，价格您定。七星，这钱我肯定不能收，你今后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方便问一下，4栋楼需要多少资金吗？教学楼的质量要求比较高，4栋楼至少要5000万。那没事，慢的话半小时就挣回来了。校长叔叔，我听说给学校捐楼，待遇会比一般的同学要更特殊一些，是这样的吗？你说什么？那我希望他也有这样的待遇。
至少在别人骚扰的时候，他也有能够说不的权利，不是吗？司子明违背校规，公然示爱，骚扰女同学。我相信校长一定会给全校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对吧？这小子不像表面的乖巧，任人欺负。爸，我刚才放学回来，看见校门口那武术馆开业了，还写着无限期打折，这不摆明冲我们来的吗？吃饭吧。你们都知道了。既然思渊会打价格战，不如直接让爸重开武术馆。一是那些必要的设备还在家里的储物间，节约了成本；二是师哥师姐他们离开的时候说过，只要爸爸想重开武术馆，他们虽远必回。这样一来，思渊就算有所动作，我们也有安全保障。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这个好吃。你说。我想让你把台球厅给关了。姐，你不会是想……对，我想爸爸重新开武术馆。哎呀，怎么想起让我重新开武术馆了？上一世，爸妈就因为武术馆扩张闹了一辈子，但其实妈妈，爸爸把妈妈的骨灰放到他身边吧，妈妈想他。有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罢了吧，我正愁台球厅语言混杂，影响到你们的学习。那咱们就重新开回武馆。吃饭。都还没有说原因，爸爸就答应的这么干脆。其实心里还是有妈妈的吧。丸子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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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个大丸子头。王少爷给咱们一中捐了4栋楼，最劲爆的是以咱们院警的名义捐大，而且我爸还说了，入境至少4500万。我连他电话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王少爷捐赠协议上签的是院警的名字，但是希望我爸对外宣称是秘密。我爸还提醒我，这件事千万不能跟院姐说。而且听说司子明的处分定了。原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对我有好感了，是情根深重。喂，妈。混账东西！我不是说让你少去找周启行吗？我千叮咛万嘱咐，别得罪，别得罪，转眼间我捅这么大一个篓子。我没惹他，难不成学院把我往周启心里饭里吐痰的事情跟他说了？还敢跟我说你没得罪？你们校长打电话说给你一个大处分，第2次直接开除。
没得罪。周启兴会不惜捐那么多钱，也要给你个大的处分。什么啊？子明啊，凡事忍一忍，周家的财产迟早是我们的。好好读1年书，替你哥监视好周启兴。等回帝都，让你哥帮你收拾他，不是轻轻松松的吗？知道了。少爷，少爷，明天早上还正常做2份午餐吗？做，一样是微辣跟不辣。好的，好的。少爷您慢点。我们小少爷性格就是这么温柔贴心，以后少夫人一定也是个温温柔柔的姑娘。风刚劲有力，动作规范标准，不错，真不愧是我闺女哈。虽然周启勋长得帅，但保安也不至于非得嫁给他吧？我打了，下一个。什么打？杀人偿命。周启兴什么也不缺，只能给他做点好吃的。你找到咱们少爷要联系方式了吗？还没呢。要不你问问？周同学，可以方便要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以后班级上有什么事情，我都能及时通知你。不好意思，我看不见，所以不常用手机。是啊，那我以后怎么样才能够联系到你呢？班主任那有云叔的手机号，必要时可以联系。行。这联系方式怕是要不到了。哎，我看你最近一直都在整理笔记啊，这么努力，你要考哪所大学？我要和你一起。帝都大学。就咱俩，你确定？来，小圆圆，我来给你捋啊。咱俩上学期期末考试，你204分，我201分，地大最低录取线677分。
咱俩一年要努力个400多分啊！你过目不忘，你倒是行，但臣妾做不到啊！哎呀，乖宝，咱女人不能说不行，好好逼自己啊！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中午可以一起吃饭吗？好。哇，你也带了2份啊？你也是啊？为了报哦，那个昨天我不是爽约了吗？我寻思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表一下我的歉。既然朵朵说周琦星是匿名，那就是不想让我知道吧？你又不是故意的，不要紧。只要不是讨厌我，只要不是我的行为给你造成困扰，那就都不要紧。我肯定不是故意的。那要不然这样，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给我带了什么？没带什么牛排之类吧？我可没带刀叉。没有，放心吧。你等等，我来帮你。哎，反了。啊，来，给。那你也吃个肉。啊。等一下。我听力还算可以。啊，可，这真是顺风耳小少爷。我和乔林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这是给权了呀？生怕我联系不上他吗？所以，我能要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你不是要联系方式吗？哎呦，大恩人这么纯情呢？我现在写给你，你回去之后能存起来吗？能，云叔会帮我。哦，怎么这么可爱呀？少爷，您慢点。云叔，帮我催一下。这个是上次送咱们去医院那个女孩子吧？啊，她的字整齐又清秀，还在电话号码旁边画了一个笑脸和五角星呢。是吗？是啊，都说字如其人，感觉这个小姑娘应该很可爱的。其实有点坏。少爷，您刚刚说什么？啊，没有什么。行，那您坐好。哎，他输了，扒拉裤子。别吧，架起来！干啥呢？叫你们帮忙干活，叫你们玩来了。姐，八水厂师兄师姐们过2天就回来了，为啥非要现在弄啊？你小子再给我犯了，我……那个，我先去菜市场买个菜，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哎，那不周琦星的事。周琦星，少爷，许小姐现在就在您的面前。我听你和江玲说你在抄笔记，我就把我之前的带过来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真的有用！许小姐，那我们帮您搬进去。不用，我自个搬就行。还是我们来吧，太重了，女孩子搬不动的。嗨，不就一箱书嘛，能有多重啊？我这么多呀，我悬梁刺股，不眠不休，
能在1年内学完吗？我有标重点，你把重点摸透了就行。啊，好啊，那个我尽量。石小姐，那我们先搬了。哦，对了，我一回去菜市买菜，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好啊，好啊，一起吃，一起吃。那就麻烦石小姐照顾我们家少爷，我们还有事儿，等会儿搬完东西我先走。对。哦，小少爷，去过菜市场。温暖的栀子花香。对不起。这位小少爷，可得抱紧我了，一会儿摔下去，那我可不负责哦。可以吗？什么？可以。那我报警，你得负责。我丢！要不你在这帮我看着车吧。我看不见，跟在他身边也是累赘。我很快的。要不我还是带你进去吧。我天，这也太可爱了吧！不好意思啊，张琪欣，你头发上有东西，不要弄我头发，滚开！小少爷不让人碰头发的怪癖，从小就让人头疼。好摸吗？我靠，不会生气了吧？不好意思啊，我只要回答我，好不好摸？好摸，特别好摸。那就再摸一会儿。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本性越是想你难过，所以当小西西，你这个头发不扎个小揪揪可惜了呢。哦，我下次再抓。真的？那下次你可一定要抓。好了，我们进去吧。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抓好啦，我们走喽。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乡，像从来没有失过往事。哎，孟阿姨，老样子，3斤排骨。好嘞。姐妹儿，现在学习重要，别谈恋爱。哦，孟阿姨，您误会了，我跟他我们哪怕要谈恋爱，也不能找这种抠门的男人。没有，你长得漂亮，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他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找谁不能找这样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啊？
这家店包了，可以刷卡吗？哎，周琪琪，你别冲动，孟阿姨她开玩笑的，你别这样。这个肉套多少钱？我全包了。云叔，你怎么在这儿？你快帮我劝劝他。许小姐，我们少爷向来说一不二，这事儿就当是感谢您在学校照顾我们少爷了，您别管了。老板娘，来，咱们这边聊聊。我的天，这就是有钱人的消费方式吗？许小姐，都谈好了，以后只要你想吃猪肉，就给老板娘打电话，让她直接送到你们家去。您还需要什么？不需要了。今天你们破费了。可是我刚刚记得，不是还有一些速冻食品需要买吗？好嘞，那咱们现在就去，走。哎，这个不错。不用了，云叔。这个也挺好。不，真够了，真够了，真够了。这个你应该喜欢，咱买点。云叔，真不用了，我这么多怎么吃不完了？而且冰箱也放不下了。也是啊，那怎么办？冰箱买，我买的就是冰箱。啥？还是少爷聪明，买。许小姐，你这儿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云叔，哎呀，您等会儿吧。可恶啊，怎么有种被包养的感觉啊？先带你进去。啊？我就先不进去了。为什么？没准备礼物，下次。你这都买了这么多东西了，还不算礼物吗？不算。之所以今天来呢，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儿？我要去国外做手术了。我已经跟老师请了15天的假。是因为眼睛吗？嗯。等我回来。你请假就请假呀，也不需要特地跟我说一声。我反正是不会关心你。少爷该走了。那我走了。希望我下次回来能够亲自教你做题。前世的周琪星是在我死了之后才恢复视力的，所以这次的手术注定的失败。但只要他没有生命危险，那就好了。许愿。啊？我不抠的。我知道，你要是抠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抠的人了。以后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给你买。这么好。再次泛起心里無數的思念，以換片刻歡笑仍掛在臉上，願你此刻可會知，是我衷心的說聲。對啊，他這話說的，他把我當什麼了？我又不是他老婆。饭后天气更阴沉，都1周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空气使人异常烦躁。这是太太找出来的笔记吗？是周琪欣。笔记看得懂吗？看得懂。你呢？手术怎么样？好了吗？晚点进手术室，要是有什么不懂的，等我回去跟你说。好。
周琦信的信息肯定是别人代发的，消息肯定也会被念出来。算了，希望他听见，心情会不用那么紧张。许小姐说：“以我这聪明的脑瓜，简直一点就通，好吧？”自从来了私人小岛，少爷情绪越来越阴郁，看来提议给许小姐发消息是明智的。怎么办？少爷，我们现在取消还来得及。小柏说，如果现在进行手术的话，成功的概率只有20%。手术再成熟。四家那边没走漏风声吧？放心吧，少爷，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少爷，对自己的手自信一点。好的。周同学都请假1周了，我们要不要帮他把桌椅重新擦一遍啊？我觉得可以，感觉桌上都有一层灰了。你们在说周启新？是啊，周启新。喂，妈，周启新不在学校了。什么？真是没用！我让你们看着他，你们就是这样帮我看着的。爸，我知道错了。爸妈，既然我们找不着周启新，那不如让他自己出来。月儿，你有什么主意？就比如那个让他刚去清远就一掷千金的人。许愿，我们找许愿就可以了。在学校，只有许愿和周启新的关系好。据我所知，你好像在许愿家对面准备搞一个什么小型商业战争。是。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一把力，把许愿家的台球厅给砸了，把人给绑了。要是周启新真对这个小丫头有意思，那他一定会暗中监护着，这样我们的消息也算是送到了。好了，师傅，徐师姐，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啊！哎呦，几年不见更可爱了呀！我想死你了，大师姐。我也是。哎呦，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现在人多，告诉他们晚上10点准时行动。砸！给我狠狠的！等的就是你呢。看来比我预想的来的还要快一点。把许愿交出来！你这儿，你跟哪根葱啊？啊！圆圆，别怕，就这几个臭鱼烂虾，我们来搞定。给我杀！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要不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吧。不用慌，打个电话的事情。就算许家这3口都会点武术，但我们人多，拿下许愿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哎呦，不好意思啊，下手重点。你这个八婆！谁派你们来了？找我们家月月想干嘛？不说话呀？那就一直在这敲核桃，敲一晚上。明天早上再把你们送到警察局，入室抢劫，寻衅滋事。到了警察局，警察有办法让你们。
月月，你报的警了？我没有啊。司机，快走，直接开高速回帝都私家。这下麻烦了，任务搞砸了。你说咱们光报警有用吗？真的不需要帮忙吗？反正那么多人呢，根本不需要咱们2个小菜鸡出手。云叔说现在是少爷关键的治疗时期，不用报备云叔。反正事情已经解决了。搞砸了。哥，你怎么知道？算算时间，太久了。哥，那现在怎么办？放心，我的人有分寸。你让司机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下车，让他把车扔到悬崖底下，就回来了。那周启兴那边，我们没了许愿，还怎么逼他出来？大少爷，东西拿到了。现在有了。怎么样了？按照我和专家们的设想，完成了手术，可是并没有预计的那么顺利，就看少爷能不能度过3天危险期了。小少爷，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虽然左岸的人咬死是为了恶性竞争才砸店，想带我走也只是司子明为了请我吃个饭，但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砸店事件提前这么久，来的人也跟前世不太一样。哎，宝儿，你校服外套呢？快把外套穿上，今天严抓着装。在这呢，我在。哎，怎么回事？周启兴的笔记怎么也不见了？吴总，各位老爷，快递到了。打开看看。我记得前段时间小少爷突然回到家里，就是为了拿这些书吗？人血都舍不得用，用点猪血，一看就是那私家的手段，还把人家小姑娘的校服搞得这么脏。那这些，我们周家又不是垃圾回收厂，既然狗想要，就丢给狗吧。是。继续。吴桐，儿子，你说的那个办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帮老家伙可精明得很，会不会上当呀？哪怕那些东西到不了周启兴的面前，引不出他，但只要那几个老头儿敢把消息传到周启兴的耳边去，我的人就一定能查出他在什么位置。没事的，你呀就放心吧。你儿子出马，什么时候搞砸过啊？方特助，不知道方特助这次是来，只是来送点东西。监理敬礼，老爷就先告辞。哦，对了，司大少爷，我们老爷说下次猪血少放点，太糊，就和有些人一样，假的终究是假的，上上台面，还是老实安分点好。周大老爷教训的事，小的记下了。劳烦您回去告诉他，下次我会注意改。周姐和那群死老头有半毛钱关系，
还不是仗着周家惯了周姓，得意的跟什么似的。周家以后的财产都是我外甥，跟血缘关系，我和启兴的关系不知道比他们近了多少。你呀，还是少说2句吧。周家那4个老头子，在周家的地位位高权重，要是想撤掉我们私家的合作资金链，那是绰绰有余。哎，燕儿，你这要去哪儿啊？去教训些不听话的下人。你还想往哪儿去啊？啊！来吧，来吧，来呀！跑啊！小姐，来呀，来我这里！哎呀，过！小美人还跑，死给我看看！死啊！快呀！死啊！少爷，你醒了，我去叫板儿过来。云少，少爷，醉烟是不是私家的？啊，是的，少爷，私家的产业主要就是从事烟酒、会所之类的娱乐产业。醉烟是司渊州送给司渊的18岁生日礼物。他什么时候婉拒付出的？具体还不清楚，应该就是您眼睛受伤的这一年。难怪什么？云叔吩咐下去，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让这个醉烟彻底的从帝都消失。少爷，如今您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好，也还没有接管周氏的能力。要是这时候打草惊蛇，跟私家挑明了对立关系的话，恐怕是。你觉得许愿怎么样？好啊，许小姐长得好看，性格开朗可爱，很是招人喜欢。那就再帮我去办，订一张明天回帝都的机票。好，我这就去办。月月，梦里的你肯定很害怕吧？喂，那个周小少爷，你现在怎么样了？好多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安，找了1天也没有找到校服和周启新的笔记，没忍住打给他了。该聊点啥呀？好尴尬呀。那个，过得开心吗？你在问啥啊，雪？人家是去治眼睛的，又不是去旅游的。开心啊？开心什么？雪，天亮了。天亮了。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老爷，少爷，不好了，二少爷和三小姐被警察抓了。啊？这怎么可能？哼！我们施家在帝都的势力遍布，谁敢抓我儿子？说是清远市公安局和帝都市公安局联合办案，原帝都市局长因涉嫌长期受贿，已经被政府派下来的检察组革职查办了。哎，不好了！醉烟走步，因为聚众娱乐涉嫌走私，被查封了。什么？不好了，不好了！又怎么了？
警察来了！你好，是公安局的，谁是最严的负责人？思渊，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你好，我们是税务局的，有人举报私集团存在严重偷税漏税，请问谁是集团法人思源州？麻烦跟我们走一趟。来人，给我备车，我要去周家。夫人，家里的不动产和车子都被扣押了。警方说什么了？警方说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行处理。你个周家，好你个周启兴！小柏呀，到底啥时候能拆呀？把我给急死了！段老爷，您别着急，容我先把药开。好，好，好，你慢慢来，我不催了，不催了。我还以为小少爷只是把娱乐会所拆了而已，没想到居然把他们私家……只能怪他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季雪依派人去砸店，还想绑架他。现在看来，这1年多来的调查成果，只换回他们父子拘留调查的结果，总觉得有点吃亏呀。证据没了，再找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次把苏家的保护伞拉下了马，其实不算吃亏。不需要再辛苦找了。任何人只要被架在火上烤上一阵，哪怕是再谨慎的人，也会有出现差错的一天。这是大爷爷之前教过我的，对吧？说得对，我知道怎么做了。先说了吗？一般的曹明志要让韵姐出来道歉，现在公然向韵姐挑战羽毛球。我去，真的假的？真的，贴吧上都传疯了，说是要让韵姐澄清蒋欣瑶被警察带走了的谣言，非要让韵姐道歉。你输了。哎，我让你走了吗？那你想怎样？为你的无理道歉。对，道歉。做梦！早就知道你这不会整这出，还好我早有准备。不好意思啊，各位，耽误大家5分钟的下课时间，跟大家讲个事情。对面这个乔明志同学污蔑我说我是故意在贴吧上造谣蒋金瑶和司子明，可事实是蒋金瑶和司子明雇了几个5大3粗的保镖，拿着东西就去我们家砸店，目的就是恶性的商业竞争。胡说！蒋金瑶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他再说一遍呢。过一会儿我就把警方对于他们的处罚，还有一些赔偿合同，我全部都发到贴吧上，大家只要去看一看，就可以分得清真假。哦，对了，至于我是怎么在这一群专业打手里面保护好自己，大家想知道吗？过来，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原著武术馆将在下周末正式开业。开业第一周，整小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姐，你这广告打得我有点猝不及防。燕姐，给我报名能指引你教学吗？我真的好喜欢你。只要你们愿意，我跟许怀永远给你们做陪练，怎么样？你就乖转学，管你作弊还是叫你八九。 기다린 걸까 흩어진 시간 속에 어느샌가 내 곁에 다가온 그대의 好久不见啊，周小少爷。不同于眼盲时模糊的身影，也不是小时候那个小脏包，更不是梦境中醉烟里的模样，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他。啊？你的眼睛……好看。
我听说你们在这儿打比赛，我就过来了。路上走了1个多2小时就到了，没想到你们结束了。还打吗？可以再打。啊，哎，你吃饭了吗？可以没吃。那一起去吃个饭？那走吧。小梨子，一人牵1只，走。哎，不用，谢谢，有许愿就够了。那你们俩慢慢走啊，我们2个呢就先去吃了啊。不减肥了。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有点似曾相识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啦。你和周琦星什么情况？又洗的，他耳朵跟顺风耳似的，听得见咱们的悄悄话。你和周琦星到底什么情况啊？没什么情况啊。胡说！以我这5、6年来看言情小说的经历，我打包票，周琦星绝对喜欢你。字写那么大，我不是故意看见的。我知道啊，我很早就知道了。他要是跟你表白咋办？我拒绝呀，拒绝的话我都想好了。我现在就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儿等上大学再考虑吧。哎呦，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让人等到大学。等到大学，周启星要是表白的话，你就答应啊。别胡说，我承认对他有好感，可还是感激多一些。毕竟是我前世的大恩人，长得还这么帅，这么温柔体贴，没好感都是假的吧？也对，也许你就是看他这么帅气，却是一个小盲人，觉得可怜，所以心疼多一些。是也不是，他很好，凑合过一辈子肯定是好事，但爱不是凑合。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那我种下一辈子，以为也心甘情愿，用不完时间。什么？啊，这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不是，你俩这几天咋回事啊？这几天都没见你们俩怎么说话。从最初回来就一直都这样。难道是因为眼睛没治好，觉得配不上你，所以主动远离了？哎，没事儿，马上月考了，等考完事儿，咱周末再慢慢解决啊。走吧。好。唉，我是不是想要的太多了？我准备答应人家的表白，还想做好朋友。唉，算了算了，赶紧回家复习，学习重要，赚钱重要。唉，男人不重要。
少爷，我们回家吗？云叔，把许家隔壁的这栋楼给我拍下来。佘少爷，您住在这儿不安全，而且这栋楼是私家的产业。那就把它变成安全的地方。这个背影这么熟悉。许小姐，云叔，原来真是你啊！那个我们家少爷想请您去家里头吃个晚饭。那个我们家少爷想请您去家里头吃个晚饭。周启新现在在家呢吗？对呀，不然会在哪儿呢？那他……许小姐好像没空。我现在有空，那我们现在去吧。现在？我的意思是，许小姐需不需要回家里放个书包？不用，现在就走吧。云叔，你要干嘛去啊？我去买点菜，晚上给你们做饭吃。这荒郊野岭的，上哪买菜去啊？前面2公里就有个菜市场，我走过去很快的。许小姐，您等会儿我啊。哎，干嘛走过去啊？少爷，你可得快点啊！这个回来这个事情。哎，姐姐，我衣服，姐姐。云叔，你干嘛呢？没什么。许小姐，您请进。您先去客厅歇一会儿，我去准备晚餐。嘿嘿。哎，云叔，这……小东西，干什么呢？是让我跟你一起过去吗？这小狗怕不成精了吧？这。我操！我现在是盲人。哼，反正他也看不见，怕什么？
是台阶吗？感觉是个新字体，咋越看越像院子？您说，我都干了些啥呀？云叔，刚刚不是很嚣张吗？帮我到左边的柜子拿个衬衫一杯。他这是什么意思？我靠！云叔，以前不都是你帮我穿衣服吗？怎么今天？不愧是周家小少爷，穿个衣服还有一个老头子。行，好人装到底，送佛送到西，就穿个衣服。拜托拜托，让他依赖我，迫不及待说他离不开我。拜托拜托，抱歉我实在是贪心，对你贪心，原谅我。拜托拜托，求彼特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喜欢的人我不一定会喜欢，但你讨厌的人我一定讨厌。我早已疲于花时间了解一个人的习惯，但如果可以是你，我就不会厌学。OK， 你外形有点酷，刚好我偏甜，只想与你牵连，无所谓甄选，贪心做事的底线。这破纽裤怎么这么多呀？云叔今天是身体不舒服，手这么抖。嘿，我给你扣的不错，还挑上。云叔，再帮我挑一条裤子呗。不好，脾气这么大，有贼心没贼胆。徐小姐，请上车。啊，今天谢谢你们的款待。对了，月考成绩快出了，你觉得我能行吗？许愿，只要你想，就能如愿。那借你吉言，下周见。哎，拜拜。拜拜。你希望我的眼睛能看见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当然希望你的眼睛能看得见，所有在意你的人呢，都会希望你的眼睛可以快快好起来的。所以你说的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你在意我，对不对？哈，我就是在意你啊！那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好朋友不就是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在意的吗？还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好朋友是吧？哈，我就说呢嘛，怎么这些天就一直躲着我呢？信息也不怎么回。不是我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老叫我小少爷。啊？不是，那我不叫你小少爷，我叫你什么？小周周？小琪琪？小西西？
还是小齐星？那就小齐星吧。以后就小齐星了。因为你想好好学习，我不想打扰你，干扰你所做的一切选择，不想因为我的喜欢给你造成困扰。金瑶，你说有些人吧，就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这排名有什么看的必要啊？翠翠，你别这样说，虽然是最差的10班，但是人家有上进的心嘛。差生就是差生，再怎么看也改变不了什么。要我说呀，瑶瑶就是太善良了，才老被人欺负，哪像许愿啊，整天借着他弟弟的名声狐假虎威。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那人家都是在背后讲人坏话，你俩倒是毫不避讳，当着我的面嘀嘀咕咕的。那要不这样吧，直接给你们个大喇叭呗，正好10班很多人都在，让大家都听听啊。我说了又怎样？你们10班就是清远一中最差的班。哎，那要是我超过了你们又该怎么办啊？许愿，我知道你很有上进心，但也没必要说这种大话吧。强静啊，你慌什么呀？哎呀，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安分一点。在我下次可能就不像上次那样，只在看守所蹲个几天喽。你威胁我，马翠儿，我可不像你主任那样温柔又善良的，指不定哪天我这巴掌呀，啪一下打你嘴上。许愿你。我去，小月月，你考了612分，年级第48名。什么？怎么可能？哎，你们慢慢看啊，1班的优等生啊，嘿嘿，走了宝，走啦。瑶瑶，许愿考的真的比我们高。他一个年级倒数的，怎么会考得比我高？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那就让你出个够。助人武术馆开业啦！姐，怎么没有人啊？我怎么知道？怎么我们学校的一个都没来？你问我问谁啊？哎，姐，我人来喽。我没跟他说。哎，小西，没事吧？没事。你咋到这儿来了？我……你该不会是想来学武术的吧？你是不是觉得我看不见，觉得我是个累赘，所以嫌弃我？我应该早就意识到了的。抱歉，打扰了。哎，别呀！我怎么可能是那个意思？我肯定不会嫌弃你的。你快跟我进去吧。真的可以吗？你真的不会讨厌我吗？当然可以呀，怎么会讨厌你了？欢迎你还来不及呢。那……啊，收到，走。那给他报一个开心吧。不好了，不好了！月月，快看这个！
匿名曝光清远一中高三10班毒瘤小太妹许愿，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学校的优秀教师，为了能进1班和帝都有钱大佬谈恋爱，光明正大作弊，连附加题都抄到满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配当校花？好恶心！我就是今天手上约来，可能是受这个贴吧的影响。现在大家都说你变坏了，打人又没分寸，所以大家都不敢来报名，而且还要求学生会重新选校花校草。我知道。月，你咋一点也不着急啊？现在该怎么办啊？嗨，你看这不说来说去这都这几句话吧？没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小七七，那要不你就先回去吧，我们这边可能要先歇业。啊，那我就先回家了。我送你吧。爸，先闭店吧，学校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好。完了，小魔女真生气了。前世我当美食博主的时候，一夜爆火，被各种妖魔鬼怪买水军黑，最后还是被我完美解决。现在这种小儿科，哼，简直不够看。这个校花选拔我倒是无所谓，说我作弊抄袭，怎么证明都行，哪怕重新写份试卷，自证也是简简单单的。但是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少爷，查的怎么样了？已经传过来了，是蒋金瑶和司子明的手笔。司子明给他提鞋都不配。关于许愿，我在这说2件事。第一，许愿的数学我教的，不需要作弊。第二，依照青云一中的校规第6条，公然诽谤、恶意造谣、损害学校及他人形象，给予重大处分，写3000字检讨书，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道歉。这神级反转呀！我是高一的，我想问问这个周启星是何方神圣？我知道，我表姐是帝都一中的。周启星，帝都一中金字牌学霸，还是帝都所有重点中学公认小状元，目前已经保送第8本硕博研读，都是跨国集团准继承人。哦，可恶！我想要个高清图。你想看？我想看就会有吗？你想看就有。我靠！人生在世好颜色怎么了？不好色还有吗？我不对啊！他眼睛看不见，信息是云数代发的吧？不想看吗？ I've been tracing back, went through all the sweet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ide of us. 我想看，我超想看的好吗？They leave my life going on. 是啊， You make my 又不是没看过。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s. We hold our hands. 谢谢你啊，小七七。其实我也在整理证据。发帖侮辱你的人是蒋金瑶指使的，我一会儿把马翠的录音给你，需要我出手吗？我自己来，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的荣幸。哎，哪位啊？徐指导，我们想报名学习武术，麻烦您开一下门好吗？你好，我们武术馆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半，而且今天是周日，早上不营业啊。徐指导，要不你还是开一下门，门口等着报名的人稍微有点多呀。啊？开门啊！怎么还不开？大家都别着急，听我说，一个一个排好队，我们待会儿依次进门报名。徐总，马上给你们开。大宝、小宝，快起床啊！来活了！待会儿咱们家武术馆的门槛都被踏破了。恭喜你了，听年级主任说你可以进一班了。谁跟你说我要进一班的？不想进吗？你这么努力考试，不就是为了进一班的吗？他就没有跟你说点什么别的？比如抄个3000字检讨什么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写检讨啊？小金瑶，你装什么呢？说我考试抄袭，说我想进一班就是为了撕子宁的帖子，不就是你手笔吗？啊！你有证据吗？证据？你以为你的好姐妹马刺儿她嘴很严吗？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少惹我，带人绑我，砸场子，造谣我？你真当我软柿子呢？许愿，给我放开！没事，那个你们走你们的，我就是在跟蒋同学唠个嗑呢啊。青云东南西北几条街也不打听打听，谁是你的？我现在像不像你宣传的小花妹啊？许愿，这个泼妇！我耐心是很有限度的，小金鸟，收起你那些低质的小把戏，这3000字检讨真是太便宜了。哦，对了，听说你很重视这次校花竞选是吧？那惹毛了我，肿成一个猪头，那肯定是选不上。这次竞选我也会参加，那你注定是和校花无缘了。你对自己就这么自信吗？为什么不自信啊？凭什么许愿总是这么幸运，总能轻易得到我想拥有的一切？成绩、校花，这些本该是我的。许愿，校花一定是我的。好月一下深入心，我要拍写真照，价格他随便开。苍天啊，大地啊！白天只管着对讲机要放狠话耍帅了，基本上照片没一张能看的。唉，现在有空吗？有空啊，咋啦？吃晚饭了吗？现在都12点多了，晚上空完嘎子呢这。怎么了？喂，云舒在你身边吗？云舒，你先回去吧。云舒走了。
哎，我跟你说呀，你以后找我有事的话，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不喜欢聊天的时候有第三个人在场，这很影响我发挥的，我连骚话我都说不明。发挥什么？啊？周杰星，你是不是想我了？就是这么发挥啊！不是，你能不能别拿我开玩笑，拿我打拳？嗯，我知道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没出什么事儿啊，而且我也不能一有什么事儿就找你帮忙吧。唉，这人情欠多了呀，可就真还不清。那朋友之间就得互帮互助啊，是吧？哎，还是说你就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呢？那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我这脸吧，就只有180度拍出来是好看的，可我这死手，它就偏偏能完美的捕捉到另外180度不好看的样子，那简直丑到我怀疑人生，好吗？你是在笑我吗？我没有笑，你就是在笑我。不是我笑，是云舒在笑，不是我啊。云舒不是已经走了吗？不是，是我笑。算了，笑就笑吧。唉，反正我也已经准备好摆烂。你是在准备校花的选拔？对呀，我跟你说，谁他都可以当校花，就那个蒋金瑶他不行。班主任让我补交补拍一下那个红色的证件照。周末呢，云舒要去帝都一趟办事儿。我在青云又没有朋友。你要是有事的话，那我就一个人带着七七去也是可以的。我没事，我周末一点事都没有。那个，我陪你去吧。周末见。小少爷，云舒说许小姐订了张下周6飞往帝都的机票。听说许小姐的发小齐景晨也是同一时间飞往帝都。小鸡心，早啊！吃早餐了吗？我带了一些小汤包，可好吃了呢。许小姐，我们小少爷刚刚来时吃过了。哦。小少爷，我下去检查一下胎动。哦，不是胎气，轮胎的气。我还有点饿，没吃饱。好呀，我给你打开。来，小心烫哦，这会爆汁呢。谢谢。不客气，早上的时候做多了，吃不完就顺手给你捎过来了。有点可爱是怎么回事？你今天是不开心吗？没有不开心，没有啊。国庆节假日有什么安排吗？有啊，国庆我要去帝都看我妈妈。看你妈妈？除了你妈妈，没有其他人吗？没有啊。怎么感觉你今天奇奇怪怪的？你好像有电信吗？我接。不用接，诈骗电话。拍个证件照要这么高逼格？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周少来了，小峰，带周少去拍2组红底证件照。周少爷这边请。
哎，许小姐，周少有人照顾，您放心。这就是周小少爷说的朋友吗？简直是如此系列的天选女主。方便聊聊吗？这边请。您叫许愿是吧？啊，名字真好听，人长得也漂亮。盛总监不妨有话直说呗。爽快，当我1天模特，拍婚纱照，薪资1万，能接受吗？婚纱照觉得不够，再加1万。其实倒也不那么直接啊。不够，我再……哎，等等，方便问一下是跟谁拍吗？尺度大不大？放心，正经公司，你很符合我的如此系列。他，那不行，我和陌生人拍也就算了，可是和周七星也太别扭了吧？3万。这都够我去帝都跑好几趟了，但是还是好尴尬呀。5万，不能再多了。那也不是不行。尴尬什么尴尬？和钱过不去才尴尬。我这边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让周小少爷拒绝来拍这儿，不太合适吧？我同意。最近有点缺钱花，他知道。我信你个鬼！周少，她真的很美。我想过会很合适，但是没想过这么合适。要不要帅的这么人神共愤啊？小少爷，戴盲镜会影响拍摄效果。我帮您准备了一条和西装相配的丝带，我帮您换上。我自己来。好吧，那你们稍等一下，我去调试一下设备。上辈子你到死都没有看清过我。周七星，你想摸摸我吗？我听说盲人看东西都是先用手来感受的。你想看看我吗？可以吗？需要我帮帮你吗？那你说说，这是哪儿啊？天津。对了，你再往下呢？鼻子。没错。你问我漏。好。我看清楚了。那我长得好看吗？很好看。真的假的？摸这2下就摸出来了？真的很好看，我不骗人的。嘿嘿，我相信你。我们小吉星也长得好好看哦。喂，小林子，怎么样？照片看了吗？看了，美得很，随便一张都吊打他们。真的啊？当然真的，我赶紧上传给你拉票去。好，我现在就看。喂，照片收到了吗？收到了，我超美的，你也超帅。
你国庆啊？哦，没什么，我先挂了。哎，周七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这个人真的很别扭啊？所以，这位小帅哥，国庆有空一块出去玩吗？怎么样？我让你问的有消息了吗？不行，周小少爷和他带来的贵客已经拍了好几组照片了，沈总监要亲力亲为的修图，最近这1个月都没时间了。周小少爷，许愿是姓许，听他们叫许小姐。许，又是你！这些照片本应都是我的，既然你想要出风头，那我就让你出个够。小圆圆啊，你在哪儿呢？我刚洗完澡呢，明天不是国庆放假吗？我准备去帝都玩一趟。哎，等会儿，你先停一下。今天晚上所有女生竞选的照片都被人恶意篡改了，你快上贴吧看看。现在已经是23点58分了，等0点照片就改不了了。啊？这哪个天杀的干的？给我 P 丑了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我 P 秃了是个什么鬼？宝，就剩1分钟了，我的宝啊！好，再传了，再传了！啊，上传成功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和周齐星真是天造地设，简直是登对哦。那个，我说是巧合，你信吗？雨过天晴之后的天，小星星，有一点。小星星，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那个许孩子那边买水去了，我们在这等他会儿吧。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吃你的，还有你，吹你的！你们要干嘛？现在法治社会，都不要乱来！当然，臭小子，走开啊！走开，老子弄死你！走开！你赶紧滚蛋，不然弄死你！干嘛？走！杀人了！救命！你在这等我会儿。站着！走！小花！你为什么？你挺住！你挺住！徐小宝，徐小宝，徐小宝，别吓我！你醒醒，徐小宝！有意思，现在死可不止一个人。徐小宝，小宝，别吓我！徐小宝，小宝，别吓我！徐小宝。那是周七星，这不可能！小宝，
喂，120吗？这是深圳村13号，这有人受伤了。你就跑！人多手杂，倒没什么机会对一个瞎子下手。不对，现在已经不是瞎子。处理干净了？是，现在。没有母鸡保护的小鸡仔，留着也是废物。周启兴的眼睛好了，给我盯紧他，有什么马上汇报给我。要是再有下次遗留，你就是下一个副会。你就一个高中生，你逞什么能？要真上哪儿了，我跟你姐怎么办呢？女士，根据许怀同学的描述，这起事件可能构成蓄意谋杀。什么？我的同事刚才联系了，第一位女士已经死了，是一位钓鱼佬在河边发现的。死了？我记得他是和另一个凶手一起走的呀。是的，你还记得其他什么细节吗？思源敢直接杀人灭口，肯定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就供出他，以他狠辣的手段，必定不会放过。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也都会有危险。没有了。出来。眼睛什么时候好的？不回答我，看着我。许愿，你清醒点儿，又不是没见过水喝。你低着头，看那地板。喂！心跳这么快，他眼睛是施了什么魔法吗？他真的生气了，都不想看我。周七星。到。许个愿吧，只要是我能实现的，我都满足你。我低头。看在地板，好好许你的愿。从小家里教导我，与人说话不可东张西望，不可敷衍了事，不可油腔滑调，让我看着地板说话的，他还是第一个。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跟小孩可能就要先走一步了。所以，赶紧许个愿吧。你要拒绝的话，那下次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什么都可以吗？
直接让我以身相许吧。那我，对，什么都可以。我想许愿，一定考上地大。我想许愿，一定考上地大。啊？你不是早就被地大录取了吗？怎么还许这个愿啊？再说了，这个愿望我也不能帮你去实现啊。我想许愿，一定考上地大。我。你为什么替我许愿啊？我想许愿留在我身边，只要你能在我守望的地方，我还是习惯藏在你的身边。我好像还有事儿。没事吧？这个不算，我本来就是要考地大的，换一个。你行了，都告诉我。左边。恭喜我们月月连续3年评选上青云一中的校花！哇！请问当事人作何感想？首先，肯定要感谢我们大林子在我背后的大力支持。我靠，周小少爷，你眼睛好了？啊，我眼睛好了，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一直以为贴吧校草墙上你的照片都已经够帅了，没想到这摘了眼睛更帅。别说女生了，我以为男生都很喜欢你这款啊。你给我离他远点。小杨子，齐老大，好久不见，小美，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好了，他就是齐景城。好了好了，大男人抱什么抱？哟，这是你们班新来的吧？对啊，你一直在国外训练，肯定不知道他。他是周齐新，我们学校新进校草，而且已经保送地大了，成绩和齐老大你不相上下哦。我当然知道，徐怀早就跟我说了，徐大宝最近身边总围着一个小瞎子，上次国庆拒绝我的邀约也是为了他。看来现在不瞎了。你好，我叫齐景城，这段时间我不在，多谢你照顾我们家。不好意思啊，我有洁癖，我还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这段时间我眼睛不好，对我的照顾，而且我也没有听说他家中有这么个，还是这样子的。你齐老导，那个快上课。行行行，大小姐。不过，喏，给你带早饭，知道你。哇，都是我爱吃的。老规矩，微信转你啊。
那我先走了。今天怎么这么早？来，领口吃。好吃吧？嗯。是保温盒，所以本来是给我带的。哎呀，这馄饨喂狗狗都不喂我呢。你怎么在这？你陪我馄饨，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不是已经有别人送吃的给你，都已经吃饱了吗？哦，哦什么？原来我们小齐心是吃醋了。怎么可能？没有吗？当然没有呀。真的？不喜欢吃醋，酸。那你喜欢吃什么？小齐心。哎，小齐心，我不好哄。那要怎么哄呢？可是我现在就是想吃馄饨了，可不可以再给我吃一份馄饨呢？没有了，就这一份。就这一份啦？没有了。那可怎么办呀？那我……哎，又有了。小齐心，我现在最爱吃馄饨。知道了吗？知道了。那你再说一遍。许愿要跟狗狗抢馄饨吃，不是？许愿再爱吃馄饨了。不对。啊。许愿最爱吃小齐心给他带的馄饨，所以小齐心一定要记得明天给许愿带馄饨哦。知道了，带就带呗，谁怕谁？带带。哎，你干嘛去？别，我知道。我的心动降临在夏天。小齐心，你怎么那么可爱？哎，你等等我。小齐心，我考了。你慢点。小齐心，我考了第9名，这个是我从幼儿园以来第1次进前10呢。这一下子就进步了40名，哇！我看到了，很厉害。你也超厉害的，第1名，你怎么那么厉害呀？是。太可怕了。好了吗？我是金立成，今晚8点，学校篮球场，不见不散。还有事吗？没事我就先走了。15年，我真的很不甘心。15年，
我从幼儿园喜欢到现在，居然比不上你。直到我今天看到了他看你的眼神，我也知道是我输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大宝的？很早之前。别打马虎眼，很早是多早？10年前。10年前？嗯，10年前我在 S 市落水的时候是他救的我。可他从来没提到过你，而且你怎么现在才找到他？可能他忘了吧。一开始我以为他就叫徐大宝，也是住在 S 市。可是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慢慢我才想起一些细节。他叫许愿，他的弟弟叫许欢，我就扩大范围去寻找。也就1年前，才确定他在青云这边。就这样。喂，你小子给我记着，对我家大宝好点儿。如果今后大宝有任何闪失，之后的每一拳都会比今天更重。听到了吗？你说周启新的爷爷要来参加家长会？对啊，我还很冒昧的问了他父母，他父母早就不在了。对呀，前世我死了之后，周启新身边除了云舒，没有任何亲近的人。他恢复视力这么重要的时候，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周爷爷已经死了。周启新的爷爷来了。不是病气缠身的样子。真的选定他了吗？选定了。都下来吧。2楼那个看见没有？姐快看，好多周爷爷啊！一个爷爷如果突发重症，只有2年可活能解释，可4个爷爷一起，这怎么可能？要去给咱们未来的小少夫人打个招呼吗？哎，不用，您别吓着他了。身体不舒服吗？我没事儿，有点困，想回家睡觉。看来指望睡觉回忆一点前世的事情是不行的，真是一点金手指都不给我呀！4个爷爷2年之内同时出事，最大的可能就是人为原因。现在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段，那到底该怎么规避？那就把他们圈起来。对，周家这么大一个家族，安保应该是可以的吧？你醒了？那个，你们帝都家的安保还行吧？还挺好的。那这样，你买最近的机票，把爷爷们赶紧送回去，让他们千万不要再出来了。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是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爷爷他们出事了，所以我觉得你好，这就好了。
我相信你。听说清远小吃一绝，这几天吃个遍。美食城的包厢订好了，我们走。爷，小少爷，咱们一起去吧。我订了1个小时后去帝都的机票，现在去机场。是吗？你不是开玩笑的吧？安全最重要，走。少爷，人都安排好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从学校出来了，刚出来，预计半小时到。让他们先别跟了，免得打草惊蛇。周启新，我看那4个老头都死了，你一个刚成年的小屁孩，怎么撑起周家？少爷，他们恐怕来不了了。什么意思？大刀查到他们已经飞往帝都了。给我查，看谁走漏了风声。小帅哥，年后见吧。那个，我可能下学期没办法过来上课。为什么？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周爷爷没出事吧？你的眼睛不舒服了？那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回答你哪个。我跟爷爷都没事儿，爷爷还让我谢你了。谢我啊？等你去帝都请你吃饭。好啊。所以你别担心我，你在青云好好学习。我只是回去周家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而已。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没事也可以打。那可以打骚扰电话。那你给他多打几个，指不定我还睡着了呢，没接着。好吧，那6块钱。星儿啊，4月能跑到清远算计我们，他就找不到你的软肋吗？早点接手周家，你才有绝对实力保护他。人说，机票订了吗？我直接过去机场。月月，我会替你扫除一切阻碍。等我。还说半夜会打骚扰电话，我可过得挺潇洒，还会把朋友圈，你这是完全把我给忘了。忘了一个二姐。我在你家楼下。张欣欣，你什么时候回清远的？我刚刚。哦哟，该不会是特地来看我的吧？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不用陪爷爷他们一块吃年夜饭吗？
我中午已经吃过了呀。你最近很忙吗？忙到一个电话都没。忙啊，每天起来就是写对联、贴对联，然后挂灯笼，还有大扫除什么的，然后忙得晕头转向，一倒就睡着了。不过你倒是因为这个躲掉了我的半夜骚扰电话。我走了。好吧，那我忙去喽。不挽留一下嘛。当然不会。哎呀，噔噔噔噔，除夕快乐！给我准备的。当然了，这个大眼仔可是我亲手做的幸运小物品。那我只要它就好。那不行，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个就相当于讨个好彩头了，可不准退给我。喂，哦，好，我过几分钟就回来了。哎，那我的新年红包呢？好吧。哎，你要不要上去跟我一块去看烟花呀？许华他买了好多呢，走吧。哎，我一会儿还得回帝都呢，不上去了。不会大老远的跑回来，真的是为了看我一眼吧？还是之前那个愿望？好吧，这个我今天试一试，就再算你一个愿望，对吧？那就许愿再抱一块。那就我们请您再抱好。周晴晴，12点了。周杰星，今年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新年。这一次，我什么都没失去。我也是。新年快乐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难怪让我回来之后再打开，这得有1万吧。万里挑一，
业主回家，该不会给我送了一套房吧？看来他还在飞机上。我到机场了，你拆开了吗？房子在帝都大学旁边，以后不想住宿舍就搬去那边住，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房产证过2天到，算是提前给你的升学礼物，不许还给我，学你的。我也就给了一点点，讨个好彩头而已，也学你的。还真是预判了所有，堵住了我所有的话呀！靠，谁家新年礼物送一套帝都的房子呀？我这该怎么回呀？让我想想。有一天，一只小鸭子去理发，理发师却迟迟没有理发。你猜他对理发师说什么？你理理我呀，理理我呀，理理我呀！抱歉啊，礼物我很喜欢，不知道该怎么回你，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你理理我呀，理理我呀，理理我呀！看来还没睡醒，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吗？你理理我呀，理理我呀！这该不会就是周骑士说的送给我的大惊喜吧？不过这些只能重创死家，还需要一个致命的证据，才可以彻底叫他们翻不了身。呸！姐，干啥呢？你这里填好了吗？当然填好啦。哎呀，月月你可太牛了！这个分数你不上地大谁上啊？哎呀，不过我听说一班的蒋金瑶和司子明连高考都没去。哎，果然是有钱人，连高考都这么随性。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还有心思高考？谁呀这是？喂，许小姐，我这里有一笔关于周小少爷的买卖，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这你就不必知道了，很赏脸吗？等我通知。思渊这个时候联系我，肯定是被周吉星逼得走投无路。他现在还在帝都，既然这样，小林子，我一会儿要去东门的奶茶店见个人。店长不是跟你是亲戚吗？从我进去开始，你就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如果我2个小时之后还没有出来，你就报警。能做到？你要去哪儿？我陪你一起去。你这让我害怕。哎呀，你放心，我有分寸。小林子，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我的后辈，就交给你了。
气势真多。许小姐，周小少爷的洁癖比我重了。是吗？那真是太可爱了。行了，有话直说，我还有事儿。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私家大少夫人？司总，喜欢我啊？很感兴趣。是司总觉得我聪明吗？当然了。那司总凭什么会认为我会放着周家小少夫人的位置不做，喜欢你呢？是因为你不要脸吗？那如果我说，许小姐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替身呢？这个女孩，周启兴只有她10年，因为她在10年前救过周启兴。如果周启兴知道他找错了人，你觉得他还会不会喜欢你？据我所知，你们还没在一起。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合作，我帮你坐稳周家主母，你帮我挖空周氏。事成之后，这私家大少夫人也是你。我并不比周启兴差太多吧，不是吗？许愿，忍住别泼他奶茶，话还没讨完。司总啊，咱们也有镜子，也总得有尿吧？你哪点比得上人家周启兴啊？你就不怕我把许大宝的事告诉周启兴？没了周启兴，你拿什么硬气啊？你不担心自己就算了。这万一要是哪天自己在乎的人出门不小心残了，啪，死了！你，许小姐急了？也不急，时间刚刚好。哎呀，不好意思啊，司总，我这个人呢，做事向来就喜欢留有后手。有了这些，我相信警方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家人和朋友的。你玩我呢？对啊，还不够明显吗？哦，对了，10年前呢，我去过 S 市，救过一个小男孩。多谢司总给我提供情报啊！我还奇怪了，他怎么就那么喜欢我？原来我们家星星都找了我10年了，真是辛苦他了。你怎么可能是？你说这周家少夫人的位置，我是不是坐定了呀？哎呀，那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判呢？司总，你想要什么？把霍振华、刘兆、张思伟他们嫖娼赌博、草菅人命的证据拿出来，我就把录音给你删了。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们？你猜呀？前世你的刽子手，我怎么会不认识？周启兴都查无人，你既然知道，你之前怎么不说？当然是治你病，要你命。一句话，给不给了？他们对我有用，我不可能为了你会给？
你知道周齐星有多喜欢我？只要我把录音交到周家，以你现在这个身份，你觉得你能撑几天呢？徐小姐，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谁管你啊！现在有话语权人是我。行，你赢了。明天我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不，就现在，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带在身上呢？是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思总，别着急走嘛，我看这个手串甚是欢喜。要不然这样吧，证据呢我也不要了，你就把这个手串让给我，怎么样？周吉星，带着。又被他给骗，没想到还是个高手。扶住手串，扶住，扶住，扶住！放心，跑不掉的。干什么？司总，你被举报涉嫌谋杀、毒品走私，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凭什么抓我？带走！你没证据，放开我！我要找律师。哎，警官，他那个佛珠手串里面有证据。来，警官，你查出来你就知道我是清白的。你等一下，还有一个。这才是重点。果然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先生，我明白了，带走。他们一定会秉公处理，对吗？他一定会死的，对吧？哎，你干嘛？带我来你家干啥呀？你咋不说话呢？你啥时候回来的？几个月没见，怎么感觉这小少爷变凶了？你干嘛呀？搞壁咚这一套也太老套了吧！徐远，你怎么敢的？一个人去面对手里有好几条性命的恶魔。是啊，我还找到了致命的证据呢。那万一他不是一个人，他手下的手下还在呢？你凶什么呀？我特地找的熟悉的店，我他们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哇，你好聪明啊！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为了帮你。你不感激我就算了，你还……周吉星，你变了。我刚才就是在写你。你居然把强吻当做感谢，臭不要脸！我们什么关系啊？你就敢亲我？对我们什么关系？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了不起啊？你喜欢我就可以随便亲我了吗？从来都不是随便。圆圆，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随便。我知道你今天填志愿
我想下飞机就去学校找你。你知道我接到江林的电话的时候多么的害怕吗？多危险！怎么敢呀？那你也没告诉我，你喜欢了我10年啊！对不起。你愿不愿意今后都住我心上？从你的专属别墅，名字叫做我的心脏。云海的风景，我的眼睛做星光，在晚风中把这首歌循环播放。你愿不愿意今后都住我心上？从你的专属别墅，名字叫做我的心脏。云海的风景，我的眼睛做星光，在晚风中把这首歌循环播放。我喜欢你，只喜欢你。桌上的甜品衬托出你和我的甜蜜。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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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快点来牵我手。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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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思被你猜透。愿不愿意今后都住我心上？从你的专属别墅，名字叫做我的心脏。云海的风景，我的眼睛做星光，在晚风中把这首歌循环播放。